合作就这么精彩，按真精彩。哎，他们就像真的在卖菜的人，根本就是崔氏从地方就会阿姨啊，黑毛。你好，那边真的好有味道。今天带我妹妹来卖了，我姐姐。你要肉摸唔係羊摸哦。山岗來鼓手，來到發電廠。明明就看到尤少基老師係啊，你睇有啊在想嘅，陰空無面，明明有練習。係啊，療癒上都有些窮，我比尤少基還要窮。哎呀，全世界啊就認識一三年，翻譯了英國比銀行他這。慢點，我小朋友。我們剛剛在研究。沒有，我沒有尤老師那麼正。到你台，鬧熱強下來。大家好，豐富啊！來，請大家好。今日係鬧熱二郎銅鑼飛，當然的啦，哈！你是誰嘞？一個節目也很可衝刺的按到北台嘅電視台，啊！一個節目做20年，20年呢，真係冇簡單啊，冇簡單呢，還冇揾主持人呢，還他厲害，你看，係嘛？誰會揾得幾啊啲？係啊，誰冇啊？哈，誰都很才，他意思就揾人呢。冇啦，講笑啦。對啊，請注意當然按啲節目嘅內容啦，還有按節目所有嘅來賓嘅來賓啊，參賽嘅朋友啊，還有按啲觀眾朋友嘅支持。觀眾啊，係啊，係關中地區嘅。觀眾朋友嘅。觀眾朋友嘅支持，一個節目當中嘅。啊，是暗藏嘅名，真的咧，基本大鵬掠到朋友啊，吼，對，掠到20年來有參加嘅朋友啊，評審欣賞嘅。對，今日所以按啲節目都邀請按到朋友哈嚟到現場嚟唱歌俾大家聽。冇錯，歡迎大家。係，歡迎啊！對，大家對嘢就全部當作是啦。當面說啦。但是按呀，等下好好到訪問下咧，咁大家個較了解到嘅一條好朋友，對按啲節目有乜想法呀？對，有乜感想啊？你20年過去有乜想法？好啦，今日今日會帶出當多好聽精彩歌曲嘅表演哈，咁啊有請 TV 係中鄉曲帶來好聽嘅歌曲哦。嚟，聽下啦。
对啊，突然间很动来两个面。哎呀，吉娜师傅主持功力哎妈呀，金牌 C 呢，真的是出一只嘴而已。没，这我别乱讲啊。吹鼻嘴哩哩啦。千位20年冇简单。啊，冇简单。哥哥自己的啦，20年。你做节目20年，讲真係感謝所有嘅觀眾朋友按支持，誒，冇那有可能。咩感謝人家就好唱歌誒。錯啦。對啊。真的。來好唱歌哈。係啊。觀眾朋友啊，還有嘅來賓嘅支持，係嘛，都全世嘅朋友20年來幾多啊？對啊，你哪叫來比賽？我係呢104年。109年前，差唔多。89年前8年前來比賽，比到115季嘅係都冠軍啊！100比就冠軍，傳統組嘅哦。傳統組。所以你有節目比賽係萬人介紹唔來啊？哦，你講到我老師啟蒙老師李永祥老師，係，伊咩是來比過嘛？有來比過，有來比過。我為來比賽，你係老師支持鼓勵我來比啦。我去上課冇一道堂課，你我我去比賽，係講。感覺真有實力的啦。講誒，因去海選，啊去誒，嗰下嘅苗栗咪嚇。哪年到嚟到海選？係嗰下咧誒。林展毅老師同海軍嘅嘅海選，係我去過去，啊，你冇叫你往外來錄樣，係，啊，就硬比就比到冠軍，係，啊，未必我，因為我其實唱歌冇叫嘛，好，你比賽，啊，老師你未必我一比係天花路來咧，講啊，比到樣嘅啊，神經樣啊，唱得好冇，我本來真感動，啊。因為我哋學咪其實冇為到跳過，我必須要學一條，我必須學一條，我必須學一條，所以本係鼓勵心態，啊去都靠學習，攏冇同人拿學費啊，係錯，啊都一路都比到冠軍哈，啊田傳義嘅傳統嘅。比賽超級組啊！嗰時我上都唔敢上嘅大型嘅比賽嗬，超級組呢，老師講嗰下他胰腺癌哈，啊其實已經很晚期了啦。啊我去看醫講啊比賽我報嘛嘅，我講我冇比，因為當時我嘅比流行組嘛，見六樣6到年度我有切磨下，我講誒，老師我冇去唱，我冇去比，然後喺上年又冇去唱本人堂，好呀，老師意思係你啦，係啊，本來都錯啊，啊我都想講誒。好啦，老師都伊冇嗰下，嗰當時伊冇法度教我唱，他已經後邊在唱，啊，我都講好啦，我都報名，結果我就鼓起勇氣報名，啊，結果我3月7號比超級組嘅畢業，老師3月初7日過世了，那我們其實就是。收拾悲傷，還是要把它繼續唱下去。結果3月9號，老師有天數幹嘛？本來拿到超級組冠軍。其實那時候叫到我的名字的時候，我第一個感覺，第一個吶喊的，在心裡面吶喊了。老師我做到嘞！我跟他其實我要講。所以你們對李老師比較感念，對你們真有信心呐，啊，你們做到嘞，辦事算係先生嘅心願啦，看好充滿。所以佢哋節目真主要就會利用上先生介紹起來，佢真按好嘅成績。係啊，沙雷當然都演出下來嘅表演，歌唱啊，係嘛。啊，也是要感謝有這麼好的舞台，讓我們來表演、來演比賽。感謝唔到當初啦，感謝客家電視台，係啊，要來參賽嘅朋友。很用心，
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安师姐，多谢也不用哈。哎呀，让大家回忆一下。有好吃的卤味，安师姐。真的好吃。大家都是的。哎，好来下一团啊！哎呀，下一团啊，俩就厉害了啦。厉害哦，这一组真的非常厉害。哎，俩一组真厉害啦，就应该本人。还有 Manke 哦。哎呦，哎，你两首叫我唱歌。哇，2个歌姬要一起合唱呀。歌姬哦。黑啦，算黑啦，歌姬。对啊，2个都很会唱，很厉害。嘿 ，Manke 有请厉害好冇？嘿啊，他可能唱埋歌诶。好了。等下滚太久了。卖个关子。汤就低嘞。好了。手拿起来喽！来，欣赏，快去欣赏。爱一件事情，很用半年，开始给。爱一件事情，很用半年，开始给。可能手的斑驳的心跳，可能很盼的撒给母猪，难记。可能只开始给你那片天，只可以自问自答，爱唔得。爱一件事情，想要三个，你做唔得呀。爱一件事情，都得很爱过节呀。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，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，叫叫爱吧。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，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，叫叫爱吧。第一条全观众朋友，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，我爱用技术下去，我用假沙。Perhaps maybe 一切都应该拿出到勇气，爱上了一个。爱一件事情，勇敢散，勇敢散。我同跟走呢。赞么？你今天比较轻松啊。高音那个，那高音部分全部丢给他。哇，常常面红耳赤。真的啊！哎呀，你看年轻就会笨起来，都长眼哎呀。我圆梦了，真的，我好感
动哦！你今天圆了好几个梦，对我圆好多梦。哎，真的，你真给了，哎呦，炉火纯青哎，真的。对啊，不枉费我把我的卡拉给你。没错，毕竟我练了1年了。今天总算哈，总算有机会。第一摆读到几个时间，几张高中哎，记得在美丽火车跳跳表演啊，係啊，高中美麗去咯，係啊，冇就表演啊，表演嘅，係啊，表演。我嗰陣時喺沙屯嘅表演，係嗰陣時我喺熱音社嘅時候，哦，做你比賽嘅樣子嗎？冇，比踢咧，比踢咧以後，嗰陣時比賽嘅時間喺國小到國中，哇哦，國小就來比賽嚟就錯，跟係咪12歲？差唔多12歲，11歲來比賽。哇！哎呀，啥時間？哎呦，頭擺只有2種路線哦。我頭擺係衝過跳舞，強下。哦，衝跳高速量。也很矮，窮呢，太有氣質了，對不對？所以不像我。那個時候比較有少女的感覺啦，現在比較成熟一點。嗰陣時還有團體呀。啊，對啊，還有雨涵可杰，雨涵，我記得你是傻妹嘛，雨涵可杰，然後我這樣子，嗰陣時很多 J girls，哎呀，可杰沒有了嘛，可杰沒有了，對，雨涵還係狗數，你也狗哎，哎呦，你看這個哈，再讓我們看到的照片都很有回憶啊，係啊，回憶殺，真勁，按你參加嘅哪年了幾年啊？有嘛親？非印象深刻嘅事情，其實係有一擺，因為以前啊，我來錄音嘅時節，係阿爸阿媽會停電來，嗰陣時係記得視察係停電來來安尼，後來我就自己慢慢嘅狀態，後我就會自己來錄音，自己來到台北，然後我就會覺得，懂多嘅事情冇辦法老我看人講，就像是嗰陣時有一擺我錄音錄到親迷，就是我跟着把所有的歌曲全部都唱完，我就身體冇鬆快，我就直接在錄影攝影棚就是腿軟這樣子，就是很不舒服。嗰陣時去黑吉娜姐就直接衝過來說：“你給我去醫院！”哦，鬆一擺，有一擺，因為嗰陣時我就知道我一定愛留自己嘅條路版身，我一定會從後過一張。你這樣就腿軟哦？沒有，他一直冒冷汗，一直冒冷汗。真的，因為我那一整天都不舒服。我腿軟的時候是有時候我老。我有時候那時候才會腿軟。老婆踩到你的時候，他踢到我了，踢到那個筋。哎，等下，羅草出來罵我，等下罵你丑嘢嘅片，他現在很怒哦。因為嗰陣時就係冇人陪在身邊啦，嗰時候就知道情感痛，就係唔單止係主持人啦，還係講所有嘅所有嘅朋友，還有所有嘅製作單位，全部對我就親好。嗰時候明白來錄音嘅時間，我就知道當中真我卡嘅感覺，就真的非常溫暖，而且就是來見好多的老朋友，這樣。對對啊，現場有哪一些是你的朋友啊？哎，全部都是。旁邊都有麥克風，你們要講話都可以拿起來講，全部都是你的朋友哈，真的。哎，體會欣賞啊，哎呀，黑毛。對啊，那都不是擺好看，很多都是看我長大，看你長大了，他們看很多人長大，好不好？搞不好我都是他們看長大的。沒錯。哎，好啦，真的今天很開心了哈。什麼？你是主娘一聽到從精英都挖回來啊！什麼？真係感謝客家天師台啦，冇客家天師台，我嘅夢想就唔會開始。哎呦，真的啊！真嘅，希望多方面的多方面的發展。有佢哋啊，開始創作，希望令人創作出來。好，希望越來越好，好不好？謝謝阿姐，謝謝多謝奇哈。好了，沙下來獻上下一堂精彩嘅表演。好來，好啦。愛是啊，結情緣啊。你多歲來畢業？18歲，18歲來啊！那是12年前呢，12年前。你阿張34歲哦，18歲12年前，還有不是34歲？哎，對啊，你試運傻12年是不是？哦，那是18年前。對啦，18年前。18年前呢？對啦，不止啦。太氣講我。你哋啊，還有準備要去
书店，书店，其實也沒有你咩青島嘅，土里嘅書店。係，我知道，沒有理由啊，有哦，日榮本屋啊，中國狗尾哦。但美丽我知道是很多女仆店啊。哪有真的啦？亂講。小屁呀！压力解除哈。你这个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抽多少年了？啊？有冇？有啊，有哈。有。因為我做較
宽松嘅上。哦，你又怀孕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听我很是翻包，伊讲伊没事，伊讲伊是肚子会出来，等一下人家又以为她怀孕。对，无啊，伊之前哎呀，有讲较大啊，所以有较有时那时节吧，系啊，较有婴儿肥嗰种感觉，系啊，还蛮强的时节嘛，没有来。其實我最睇佢嘅時節係講老二嘅時節，嗰陣時係75公斤。對呀，我是看過，係啊，真的哦，動態集，我唔是看過咧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你們牙鬼也切完了。哎，你哈，從頭班講。真的，一次這樣講啊？真的啊，一次一嚟出來呢，那吃木馬鞭呢？我吃木馬鞭，有冇？你多歲來比啊？18歲，18歲來啊？那係12年前呢，12年前，你阿張30歲哦？18歲12年前，他有沒是30歲？哎，對啊，你試孕傻12年是不是？一孕傻3年。18年前呢？對啦，18年前呢？對啦，不止啦。他去講講。不過我係算係腦嘅大女孩，算係蠻元老的。元老。我記得安耶的主持給楊思你出來比嘅嘛。係啊，我給楊思係藝術館嘅。對呀，你就有來過咧。對啦。資深了，這資深了。目前這樣看起來，應該他蠻資深的。係啊，算係啦，前輩。對啊，你英國讀到懂到啊，英雄懂陳克的事情啊。有嗎？我就因為我從細就係下半身卡。皮嘅人對，下半身比較胖，對，我就是面看起來動。他這種身材就是很適合去踢足球的，不是很適合生小孩這樣。是嗎？因為哪個適合他？那你執行得很徹底。我就英雄懂陳克，嗰陣時我未突然去買衫褲，我來啲比賽，跟我就懂中醫。很可愛的一個套裝，然後它是燈籠褲，燈籠褲我就想講，我覺得幻想去甲做，一定是超級美少女，超可愛，我就懂件事，唔過就我去不卡跟你都冇，就不要穿那件燈籠褲，錯，OK 啊，燈籠褲比較寬，係啊，結果我就英雄懂陳克，我就來6樣嘅時間出本嘅。本期笑到羅哥哦，你怎麼笑嘅？笑唔埋嘅，其實唔係㗎。所以我嘅師傅要按台嘅，你要做嘅燈籠褲要按台，結果我裝衣服卡看到天使播出嘅時候，我就真的是很想要鑽到地洞，說成早知道要聽家裡的話，是不是？他這個有阻止你哦。對，懂見笑啦。這也是難忘嘅經驗嘛，係嘛？對呀，但是等下出來以後，同好會發展啊，你咪懂我呀，搞懂到好上誒，桃李滿天下，又上到暗牆，很多男人追啊，那時候。有，你也追他是不是？你有頂？我沒有，因為那個時候他太小了。我不。現在又是人太小，錯過了黃金時段，傷害幼童。我怕他穿那個燈籠褲，我會笑。對呀。哦，最後對，不是羅哥的菜。好的。哎呀，謝謝啦啊！安娜看一下下一段精彩的表演，好唔好？來看一下，來。落為空洞。
金门台这个。哎呀，慧清老师啊，后堂的歌诶，后堂的故事，后堂。你中国是用讲故事用的，哎呀，而且最近刚刚镜头这样看，你最近气色很好哎。有吗？有变较皮哦。有。跟你自家讲诶，我们是说气色好。我气色较皮哦。以前哦，那个镜头上面看就那样，好像体弱多病一样，然后好像感觉你很忧郁。那样美嘞，也很美啊，那样美嘞，幸福肥，感觉哈有点幸福。冇啦，冇啦，觉得气色还好是真的。对，心情变快乐就好哎呀，不会像跳班的。以前的这个比赛时间，常常这样比一比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啊，真的哦。然后就说什么，他不想比了。哦，嘿哦。他忧郁症，我知道他这个家里有事情。要不然就小孩子怎么样，什么都要忙。比赛时间跟有场时自己会心情高呆。对嘛？你之前因为唱个歌啊，所以讲还想到一段事情，就唱的歌，我想到一段事情是会让心情啊、情绪啊多一点那样啊。但是影响到你的情绪啊，影响到我们节目的流程。哎呀，那对呀，你说我不想。现在在算账的意思是不是？不是，制作单位啊，你不来比了怎么办？求你球也不来，那怎么办？那就要继续在一起。后来应该有继续比吧，有啦。后来有被拜托再回来。哦，真的哦，有输的嘛。对呀。就比到去个年突就第一名的嘛，年突第3名，对呀，年突系第3名，季赛系无真系第1名，季赛第1名，季赛第1名，年突第3名，对呀，系啊，你后头有比下去啊，系嘛，有输到不厉害嘛，自己笑得尴尬干嘛？对呀，你已经忘了你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了。好像忘记了选择性失忆，很选择性失忆，错，上一件事情记得就好了，也好了，要把就是那一段不愉快的事情把它忘掉，充电还给他做的事情，迎接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迎接幸福美满的未来。好，谢谢罗哥，罗哥讲会发肉，人家讲会发糖，我跟你讲，有糖，加油！给他做的事情有厉害啦，你马上要去做吗？还有准备可以书店，还要买咖啡，给他家有买咖啡，讲故事，现在还有人在，一直都讲故事，一直都有讲故事。那其实讲故事讲我20年嘞，20年，现在还有人在买书啊。有啊，很少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看电子书啊。要买书，买书啊，同你支持他，买纸本书，买纸本书。那个账号给他了，对，直接就会给他，对，直接1000给都很给打够了就好了。问题我买的我也不会看，因为我有阅读障碍啊。不怕，就买这一标那没好看啊。大家觉得罗时丰有读书啊，有书卷气，有书卷气，但他可以摆100本，我觉得才够，因为罗哥家很大。对。那你点开到哪？点开都自动啊，自动给片，自动的啦，就要给他萝卜给片嘛，萝卜给片。给他脱暑气息好嘛？就从几开始啊，从开始待凉，自动地方的，待凉超，就让把那个地方变更文青一点，知道吧？是嘿，我一直都有读图书馆讲故事嘛，讲故事讲了事情都。唔啦，自家可以跟店下来再个讲故事。都店下地方都没做的基本上用嘅发通，还买自家写嘅书诶，错冇？其实人苗栗咩青岛诶，土里嘅书店，我知道苗栗有啊，有哦，日荣本屋啊，冲过狗诶哦。对，苗栗我知道是很多。你看人个书店做在冲狗诶，做在表演啊，去表演过。是哦，苗栗我知道是很多女仆店呐。哪有？真的啦，乱弄！真的，你去，苗栗呢？有那个 YT 哈哈台有没有？真的，他有去苗栗访问啊。真的，这访问到的每一个都说，他们都常去那个女仆店啊，就穿着女仆，然后帮你。苗栗跟没有去我们，你可以在竹东，你可以在竹东你的书店，你就穿个女仆装。不要！跟你讲，生意会很好啦。其
别讲故事，本小朋友堂要穿女仆装。女仆不能讲故事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女仆在家里打扫以后打完，她可以跟主人讲故事啊。为什么要讲给主人的小孩听吧？来讲本小朋友汤啊，小朋友汤的啦，错，啱會擺了，請好，繼續下伊，好冇？繼續下伊，請注意看到哎呀，心情好，歡喜，啊，幸福美滿，啊，你愛的感覺，做自家喜歡嘅事情，好，好照顧自家，好，加油，問題，啊，謝謝，好，我哋仲係介紹下一段精彩表演咯。虽然有万语千言，自问自黑，但系骗来无用。情断了，心碎了，爱成空也无尽，曾经。哎呦，赞哦！
冠军高数，大陆台冠军高数啊，演出冠军高数啊，演冲人里嘅 Silky 先生嘅三部曲，係嘛？哎呀，對啊，終於，你一同適合創夾過嘅啊，真係咧，我猜冇題現感覺 Win 衝得比較好咧，這是真的，補槍，好啦，盡量誒。張寬到幾時節嘅人請排戲啊？後來啲人啲節目我們表演都非常好，包含1-2年那個你看。那特別計劃，搞下來，對啊，對啊，帥哥又變成 Oh my God 在一起，偶包全部丟掉，太忙。偶包其實要黑拜羅哥所賜，就是羅哥幫我把偶包脫掉。真的哦，他會脫男生的，就是其實因為我係21季所來嘅嘛，其實嗰時節就會覺得哦，參賽者只是就來衝歌誒，然後很像一般 SOP 咁，就衝歌嘅風。然後下台，佢直接羅哥，就攏第八應該攏有參加過，都因為我參與過羅哥的魔掌，覺得羅哥會滅殺人，就是同愛人共燒啊，人就鬧我們啦。你就自己不小心 Q 到什麼，我就不小心跳進去那個陷阱裡。他從嗰時間開始係面皮變盤咧。哦，係哦，佢很做嘛㗎，佢很做嘛。嗰時很愛，就是唔係廣東話法庭，係記得就係講到阿基啦。阿基啦，哦，唔講係唱歌嘅隻。vibrato 就是 vibration 太過度很太，然後就好像會說，好像會像阿基拉衝過來，來，你是我期望，你現在沒有偶包，你沒有偶包了，你被拖了啊！來，你當做一個椅子這樣坐着，好像。我不錯，當做你有坐着一個椅子。然後呢？嘿，然後腳要這樣，然後手要這樣。然後這隻手是沒力的，因為我跟他做秀做很久，我還背着他，真的哦，我背他背很久呢，真的，當他下面的男人就對了，還有椅子啊，等陣還要點？我們設備很齊全，平常愛嘛還冇嘛，趕緊兩種世界就有嘞，對呀，奇怪哦，又來了，再拖一件偶包，來。好了，腳會記得嗎？這腳要直一點點，不用那麼直，這樣。還有技術指導，這個腳要勾着，勾着，然後這個手對，這樣拿蠻不錯的，這樣。蠻不錯。對。然後這個手啊，這個手它沒有力，對，它要垂着這樣。還給冇力嘛，不用強鬆，它是靠你的標在那裡，標在壓力做的，好來。記得咩？啊，對。我比別人較認真，我比別人較打拼，為什麼比別人較歹命？凄涼的吉他聲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運。好嚟，去咖喱塊，很棒啊！去咖喱塊啊！去咖喱塊，走回去，好高。哎呀，被我研究的各種精神。對的，阿基拉唱歌也都是用生命來唱歌，真的。唐人出來唱，哇，你是真的哎，會感通人，會感通啊！腳安呢，啊，就靠身體啊，那啲哦，用盡全身的力氣。哎呦，哎，你媽兄弟，忽然間好呀，出鏡一下。就很結拜啊！為什麼有這一張照片？就係有一擺的特輯吧，然後給製作單位就很愛反串嘅啊，葉愛玲啊，很啦，哎，你細妹總班他講呢？唔對，嗰時上做誰來打送呢？秋霞老師，你知道嗎？羅哥咩人嚟講呢？羅哥講係總細妹滾鬧呢？真的啊！那你就開始反串啊！對啊，我怕你愛上我，走出一條路，很多人會愛上，有可能。那個叫什麼紅頂藝人，有劉青講呢，哦，真的嘞，真的，青講，林森北路好幾間。
你为什么你都知道？对，人家带我为什么女艺人的你也知道？就是他，就是一些反串的那个人，他们会去那边上班。哦，真的那就可以去跟他们公关，对，可以去跟他们聊聊天。哦，他们个性非常的开朗，真的非常的。你跟他们聊聊天以后，你发现哦，那天心情就变得非常的好。真的常去聊天，去过一次哦，我真的去过，刷拖去了。哦，就吃完饭以后，人家就带你走，就去了，就看他们在现场小小的地方那边表演，而且是非常认真的表演，而且又非常华丽的表演。像秀强用哦，还有个像红底艺人秀嘅，很厉害，很厉害哦。你如果考虑一下，我可以介绍你，可以考虑一下。罗哥可以介绍，罗哥你是股东是不是？可以说介绍就介绍。你还没懂事啊？对。好啦，精彩表演啊！比到你节目安尼鼓足很多。好了，稍後啦，安尼聽我來分享下一段精彩表演。對哦。首次合作就這麼精彩，按精彩。他們就像真的在賣菜的人，根本就是崔氏從地方就會阿姨啊，黑毛。你好，那邊真的好有味道。今天帶我妹妹來賣了，我姐姐。你要攞摸唔係人摸嘅哦。茄子啊，茄子是还有买回去用的。小黄瓜好不好？黄瓜太小，苦瓜好不好？有没有苦瓜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呢。来买菜，先生小姐来买菜哦。哎呀，菜好吃的哦。有鸡嘛，有鸡嘛。菜。哦，一把，好吃的哦，新鲜的哦。來香港來賣菜，苦瓜、拍菜、果梨菜，綠皮太多。來公家無厝所，七家總計番薯葉，便宜過火費。強勢炒煮菜，花煮鹹菜，阿媽嘅通過阮挑油，實體含上愛啊！來，多買幾把菜，辣椒的細粒油鹽辣，餐條比較開。來買菜，來喲，家來看啦！
声鼓励。哎呀，吹有期末啊，齐董齐，酸齐哦。哎呦，哎呀，酸做得啦，都不会做得，不会做得。不用滚的，不用都有点圆圆的。个吹都圆开嘞。不能滚硬硬的。哎呀，不用揪啊，有啊，看得很刚刚啊，给它水分还很多啊。水分啊，水分还有很多，是不是？刚 dry 的，刚 dry 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长很厉害啊。两位哈首次合作了，首次合作就这么精彩，就按精彩。他们就像真的在卖菜的人。对，就是他们可塑性很高啊。你们觉得？马用呆的样，三夫用做的，对呀，头还用做的，根本就是崔氏从地方对阿姨啊，黑毛。你好，你们真的好有味道。今天带我妹妹来卖了，我妹妹，然后我们很养妹啊。你装可爱，我长得老成一点。哦，嘿哦，哈。然后那个参赛朋友最好 Q 的就俩两米了，嘿啊，来稳住了哈。资仲赢的呀，摩斯请住又都要弄你们，大白都会没杀，就要把你们弄丑，对，嘿。公把婆妹黑记得哦。哎呀，我们原来也有偶包啊，来这里就被脱掉了。你也被罗哥脱了是不是？对，莫名其妙就是我脱的吗？不是吧？有其中一件。我吃到你去给他清一番呢。我每次看你演出都很享受。我觉得他乐在其中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闹热就是一个我表演的舞台啊。我自己找不到舞台，现在终于有了，多好！真的，对啊，而且还开发新技能 get。对，买车11点就可以去市场卖车。走的。新颖的记者记得那节目比赛，泽伟介绍啊，天腿的 DJ 嘛，嘿啊。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最期待的就是录闹热打擂台，真的就是想要。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了？我是从你那一次有没有？我们大家哈，他有没有玩游戏？熬个瓜对啊，你不是闷在水里面咬东西，然后你有被截丑图，对，看到。我看了那个丑图以后，完全破功。我记得是咬小黄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新意啊牛啊，文珠咩啊，他就更好 Q，更能用了比赛，比那泽伟给谁位啊？啊，你有蛮累比赛？乃黑为了我阿婆来比赛的。哦，阿婆好看俩节目嘿。对。啊，你参加四场比啊？哎呀有啊。四场比当来比赛啊？对。哦。公司开发了6年的 TPA 开发哈，开发很多新技能。真的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轻微表演啊，冲跳没做的，不管任何展现，对，都可以很厉害。都做的嘞，很厉害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还 cosplay 舞女啊。葱油，对，画那个大浓妆，然后扮平山，然后红色的那个亮片妆，好像还有画痣。对，有痣，有。然后唱舞，胸片来了，你看。对啊，哎呦，好美哦！你是个漂亮的舞女。对，红牌。那个客人是谁？你在酒店，我可能会点你。哎呦，2个人点你台。对啊，这根本我也点你台。平常根本没有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就是哎呦，俩还圣诞节，我们冲捆灯牛。捆灯你，对，当当的捆灯你哦。然后我们就抽中这个假牙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我们有 kiss 吗？我们 kiss 不了，kiss 不了，被龅牙挡住了。哦，那现在龅牙没有了，可以了。没关系，谢谢。现在有立马砸的没某吗？立马砸的，从两黑罗嫂有来，不在这边。好了。还有吗？有啊。还有什么其他的？还有游戏有嘛？用嘴巴吸钞票啊，用手。有你跟他从头到尾，你们那一组就卡在你们2个。哦。嘿，故意的。有嘛？对啊。从头到尾就用啥？我给他们。哇，这个美好的回忆。有嘛？原来我跟你有间接接吻过嘞。这种事情你不记得？我还真的不记得了你看挑丝的哈，哎呀，挑丝的啦！天哪，我何德何能啊！我应该转过去的时候就把它吐掉哈，因为那个旁边那个是黑蚂蚁。小月啦。现场还有钞票吗？现场有这个啦，天然的雄鹤啊！
这叶子太大片了啦。不行，吃下去，该动的啦，太软了，太圆了，太圆了，太圆了。哎，好啦。啊，文主有吗？难忘的经验呢？比较近期的难忘的是那个刚好 Q 年跟公演跟冲给雷蒙娜。他唱的很，他直接扑街给吧。我从小就有那个有明星梦，对，就爱唱又爱演，对，所以那一集就是让我又演又唱，我很开心。对啊，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，也很紧张啦。这个以外还有一次印象也很深刻，就是大概前几年，跟那个吉娜姐，我们唱那个《童话放客》。童话放客哦，对，你怎么又发对音了？你每次都说童话放客，我一直都发对音嘛。童话放客，对，然后俩都会讲童话放客，本圆梦都超的。对，真的是我怎么是那么多人的梦想？圆梦啊，真的，哎呀，对啊，就是因为你有那么多人的梦想，你才可以站在这里。真的，后来什么用力啊？哦，谢谢两位，真的非常感谢，你老怎么不自然走？哎，等下吹哪一哈？好，哪一麦呀？来，俺来看下欣赏下一段精彩表演。对哦，看下落去。
一合格嘅胎食，胎食长不大的妈妈，永远小五嘅妈妈，嘿，从小五强用，对嘛哈，哎呀，发觉糖起来，宜林还真的蛮适合冲安尼冲传统的哦，嘿，比流行好嘞。哪有？今日行路讲嘅好人水吼，是多嘞哈，你冲得清楚流行歌诶，其實最早期也宜林。第4年時間，佢用是佢上行嘅量，係啊，所以佢用是我也沒動量啊，也沒強用錢也冇強啊，俺冇得係買嘅嘛冇曬，俺冇得練過呀，練過咩高聲音嘅啊，嗰個係聲音，更高聲音嘅我喊，哦，真嘅，三個會見來見台，對呀，真的有差，有誒，有啊，有長時間留個樣片嘅時間啊，都會傾戰嘛，而且馬聲音嘅時間嘅上正音青台。同意衝過完全冇佢用哦。對啊，宜林之前一來比賽時間就比傳統嘅嘛，係嘛？係，一開始係比傳統。故事比賽，講故事比賽。哦，對對對。東周以前。張開始有哈。一開始嘅時間，安尼節目吼有分嘅呢長槍組、沙飛組，還有聲音嘅搶聲演組，搶聲演組會講故事。哦，講故事唔係衝過呀，嚟講故事。係啊。係哦。那記得講乜嘅冇？講乜嘅？係啊，全部唔記得。像龍圖比賽一樣，係啊，演講比賽。有相片，有相片。哎呦，你係張奎斯嘅時間咯。你係 Hellboy 就係製作單位有改編節目的方式，就是小朋友也可以來唱歌，就沒有講故事。哦，你就會衝過嘅時間。你會講故事比賽每次來錄影一些都會錄3次160次係啊，160次。係，嗰時候到第3次嘅時間我就唔記得是，因為故事太長係真嘅。哦，你係頭擺嘅，哎呦，對對，人家頭擺。有看到嘅畫面。布件啊，就全部冇用。頭擺係記得嘅分數係因為話81、82、83、84、86、87、88、89。爸爸，為什麼那個阿姨要再講罵人的話？給咩精神，自己製造那種緊張感嘛，係嘛？對。哎呦，所以嗰邊佢嗰陣時搞故事，講故事比賽，還有兩種經驗。誒，羅哥正經都唔記得咧，全部都係嘅來賓也主持人提相機。主要根本係呢。太舊了，20年的 Part 2，有冇？聽20主要問他個回味一下。回憶一下哦，條白嘅農業大擂台。哎呀，咩事情咁多啊？那有辦法講大所有嘅事情怎麼記得？唔過講實在話，像奇怪先生哦，做評審先生，等你農業做結構咧。哦，做結構咧，開播開始啊，開播開始20年了，哎，20年了，哎，誰冇主持人？其他第三集咧，對，我小三。蔡奇哥先生嘅個 TV 啊，講真咧，你按節目當中佢錯嘅大嗬。就穩如泰山咧，大家就神佛一般，有沒有？就冇法講模樣啦。其實哦，你嗱識到落學到落嘛，尤其一三國真實嗬，人講天我有天，人我有人，因為清涼，能夠學得到就清涼同佢學起來。合意啊！謙卑再謙卑啊！謙卑我唔叫卑。最主要就講，能夠多學到位，再嚟繼續嚟傳承下去，唔係一合格嘅傳統嘅古嘢嗬，能夠繼續嚟發揚光大，也係當人哋資源。對。唔過公司採訪你前6年啊，做完都係特別計劃。哦，新商正經要犧牲青苔。哦，真係。有錢難夢嘅嗬，有冇？幾拜？幾拜係乜嘅料？作超人裝，內褲外穿哦，睇一個。睇死幾萬年咧，佢睇過先生幾用書咧。Superman，幾用書。佢只是呢，體白接觸到幾種流行嘅，流行歌嘅嗬。中間有解嘅英文嘅 Superman 嚟嘅，佢配嘅歌詞啊，要講莫講日嘅睇視播啊，我講你唔記得，就同你配出來。哦，同佢配出來。嘅音樂都係。視察沒唱 ，Superman 啊，幾百個你水母沒唱，水母啊，繼續唔連班運動係唱緊，你咪真係都唱，就為咗拍嘅歌詞，佢1年下來超到30公斤，100磅，超鐵30公斤，
哦，嗰樣子咩係要創一條英文歌啊？哦，要，嘅我諗埋三大男高音呢，哦，索羅密歐，佢其實是在人製作單位請用心啦，用蠻講咧，佢可以做埋佢就同係這樣嘅衫褲，講嘅超人裝，內褲為穿，再過來我諗那個三大男高音啊，帕華洛蒂，帕華洛蒂，要當去加嘅時裝衫，連帶服飾嘅，結果我播於傳統我嘅學生嘅群組，講老師這個是誰吧？是誰啊？是誰啊？那個好像是國旗啊，是國旗啊！對。哦，所以講真啲人啲節目當中也學習到動作。對，唔但唔係傳統嘅，最主要都係美國一定要創新歌，對啊，韓國啦，就做得同佢去導去學習，所以對啲也給老年到嚟台呀，20周年了，真是學起咁咩學先多。那是蒙欣賞咧，放下身段，同樣你睇起來向他搞，睇下成績就好。啊，不過依年唔認識齊國老師嘅時間係耐久。其實其實怪小嘅時間，因為我的姐姐認識蕭佩茹姐姐，所以蕭佩茹嘅T嘅天意嘅，阿林采妮嘅T3嘅，算演技算演技就。學姐就衝嚟啦，係嘛？做學姐。見咩嗌學姐？嗌 MV 二張嚟衝下架歌嘅。有樣啊！哦，真的啊！真的啊！哇，那 P 很厲害呢，可以帶出這麼多人來。老師好，欣賞。哦，後來就拜恰奇個欣賞，做欣賞。因為嗌蓋龍是嘅偶像係蕭佩茹姐姐。蕭秋如哦，蕭秋如。小屁啊！小屁。哦，你有兄弟？你現在要朝他看齊嗎？恭喜嘅，恭喜你已經冇啦，你正年輕 boy 呢？哎呦，恭喜耶！是嘅哦，很難講，你看保養都幾好，真的，之前有較重啦，你做嘛注意點，奇怪。其實我老欣賞好三個嘅時間，欣賞咩？很常聽安利去。那個養老院義演哦，真的有情有愛心呢。義演冇老人家看，你要幾老人家先好看聲演呢？對。其實並唔係講喺導演方面，沒有呢方面，我咪帶啲才藝。嘅生理演，係我有嘅養老院啊，有其他演也都去養老嘅，就我帶隻都去。冇分嘛，創德國本對，我老人家快樂。槍時忘掉煩惱。真的會呢，表演音樂真勁會有兩種力量。哇，真係叫咩非常歡喜啊！感謝兩位師徒啊，師徒兩人哈，精彩的表現，好嘛？多謝兩位，謝謝。來，俺哋看下一段精彩嘅表演，好來。
民族老师们啲安尼节目，你開台嘅時間之內，係啊，開台都該6樣嘅時間，我還要多台師。哦，我推一班嘅學生來。3台師對啊，你講佢台貢獻到呀，20年呢，佢這個冇牽欠我，冇攞我淘汰佢的。冇啦，唔會啦，因為講真咧，現場全部公平公正啦。之前一開台嘅時間，講真當多安尼潛水朋友，他們得失心太重。哦，有時候稍微比一下啊，這好險啊都吼，我就是這樣，真是啦。哦，我要不然就這了哦，要不然就是他自己認為懂厲害，懂會唱，因為分數不按大樣，按大，因為輸的，他就打電話去課台。就投訴了，課委會去投訴呢，真的哦，對啊，就評審不公平，什麼什麼之類的。唔會啦，你全部清公平。其實我的節目做嘛做了按重記，就會公平公正。係啊，要按道理欣賞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啊，大家討論。我嘅學生個民主老師喺錄像嘅時候做評審啊，一天冇去參賽啦。做嘛？因為唔打按樣。叫罵人比嘅樣哦，同我講嘅分數按大，我講樣樣哦唔免嗌呢，喺製作單位幫我做發言講嗌分數打下樣啲。哦，哎呦，這麼進步啊，係嘛？比賽就要練比賽精神。係啊，嗬，實在哦難為嗌哦，按多歲的錯按舊哦。錯到死我都避嘅。難錯的人用才皮的呢。係啊，真的哈，要多謝民族欣賞。冇樣。20年的貢獻，係啊，今日要來唱歌本他個堂。係啊，想輕鬆一下。今日來分享下一團精彩表演，好不好？來看一下。我家下長類做品行嘅時間吼，其實我當緊張，因為班我出示範唱。哎呦，佢叫我我記比賽唱平板，佢我示範唱上我唱3個字。看卡的時候，我同學嘅線上係馬上我記得嚟叫，你平板中都3個字啊！台灣故鄉，愛嘅味啊濃啊重。我就係地豆羅哥啊，為了羅哥，就是為了他，我花10萬塊。真的要改？真的。記花盆儀裝牙套。你大擺就變成我大擺就必須記裝用。那也太容易受影響了吧？他每次都這樣子看我，然後每次這樣，然後看久了我就覺得少女心受傷了啦。對啊，我跟你講啊，該花的錢還是要花。好了啦，講話了，真的啦，我牙齒都弄開了啦。是那酒哦，愛那
千秋来无爱那团咯，那哎哟哟。是那酒哦，爱那丝咯，从我年咯风咯难，看见阿公来好笑那用哦，那哎哟哟。有啊耶咯，钱哪里哟？来相我非要难，无言对面来伴我上那风哦，那哎哟哟。今天好有气质啊！嘿呀，真的哈，对你啊，跟罗哥真是圣诞节限定组合。哎呦，红配绿，狗臭屁。其实我有点排斥，你有买过？因为我想讲20年改表演啊，我怕都会大家都那个要穿个什么礼服还是种狗年啊嘛改，因为我是都按乖乖。黑啊，所以你不是你就今天穿礼服啊？对啊，我等一下顺便去上班。这个应该是妈妈桑了。没有，罗哥乱讲，是漂亮的妈妈桑。你怎么也这样对我？你欣赏我反差青苔呢？你有时候公平的时间，我太高，嘿，一起也给你加油，这样那种感觉。哦，我们跟糖豆共 sell 口味时间，他很嗨耶，哇，他比谁都还厉害，比马萨都喊他不会共，讲的比我们还入骨。对，他以前没事就会传一些有的没有的，真的哦，很多呢。真的哦，对啊，但他现在已经开始当博士了，他就不传了。开始没有，他传论文给你看吗？啊，他不敢，我怕你以后截图说他传给我，怕被留下证据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不务正业里面，有时候有些笑话我有跟罗哥讲过。哦，真的哈，真的吗？罗哥笑话来源青斗啦，黑啦，很多都忘了，一起干没记得，太多了，你都忘了啦。哎，不过我老人家忘了没关系，那你年轻人。对嘛哈，你老年大里头按旧的，我20年的嘛。有按旧吗？对呀，冇啦，冇按旧吧？10年呐，10年哦，10年甜甜吗？10年，差不多10年。10年前冇来过，冇来过。咁要來比賽？哦，運動10個年，意思是我冇攞2篇比賽過啦。係啊，我記得我係前9年，漢芒強成年度強體漢度成年兩下睇咁樣。我來10歲嘛，跟住差唔多11年。19年沒有青島成績的事情啊。係啊，係冇。有冇個較成績的事情？哦，家下自排泄，就係我家下長類做品行嘅時間吼，其實我動緊張，因為我要做功課，就係做品行之前，我會看鬧嘢打禮拜嘅比賽做功課，嚇我要發現講，其實啊吼，可能講品講好之後，示範創意社團呢，該參賽咋幾條就會下晝的了解，嚇我就動入信心，要幫我就示範創。哎呦，佢叫講我幾比賽從平板，佢我示範創上我從3個字。自己抽一這樣。對，然後那嗰下我冇發現大家就怪怪，佢叫講我講出來哦，佢放映下一位嘅比賽嘅時間吼，佢卡的時候，我碰上嘅線上係馬上我唔記得咧，叫你平板中都3個字啊！兩種事情，平時欣賞咩會發生？
哇，你这太低级了，而且我自己接错误，而且我自己都没发现。这一点哦，还是装气质点。那个罗哥又讲，就走回去的时候，哎。有些乖乖耶，但是他也忘了对刚刚那对冲那片乖乖，可能那天你宿醉吧。宿醉，我常常我主持的节目常常以前常常宿醉，对吧？哦，真的哦，我常常宿醉来的，难怪头拜看起来比较水肿。哦，这样有管嘞嘛？对啊，然后我是救了他车嘞，从某是嘞呀。再过20年，老了退去了以后，退休了以后就换你啦，你就带领大家啦。那你要对吧？你到时候你再过20年就变国宝级的。哎，国宝。那你要身体健康。再过20年，还有一个小罗英会接班哦，你要小罗英会接班，加油！你不要20年啊，5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什么呀？20年，他还有20年养成计划，好等哦。好了，谢谢英英老师，谢。好，按照听话的分享，下一段精彩表演来。用力哎，你那久了比赛？哪一年吗？哎，哪一年？104年。104也哦，也110。都係新年咧。哦，半年了，按年咧。我清早以前係踢生意龜，我有點忘記幾年，嗰時係我差唔多國中1年生的時間。國中1年生，沒10多年前。啊，年級的時間嘛。對。哇，年級的時間出來啊。對。哦，啊，但是你那啲嘅呢，海軍嘅使用紙張來啊。係海軍對。啊，有胸片。這我清早時間來。我哋很青澀嘅時間超小，對啊，那個還很小。旁邊那是誰？
罗哥哦，对，刚刚那张是罗哥，然后这个是对新月姐，然后中间那个是我妹妹。哦，娘妹妹。青色落梅嘅時強下來比。我懂。咁樣正經真久咧，看個相片，你看了他長得更有魅力了，嘿嘛，其他都出去表演。整個都蛻變了，你看，牙齒也揪進去了。以為老幾歲哦？剛又來了。對啊。對啊，就是你頭擺之前啊，來的時間你還戴牙套嘞。對，那時候戴牙套。現在矯正好了。我就係遇到羅哥。哦，為了羅哥，就是為了他，我花10萬塊。真的啊，改。真的。幾發本一裝牙套。你大擺就見生嘅，大擺嚟比賽幾樣用。你也太容易受影響了吧？他每次都這樣子看我，然後每次這樣。然後看久了我就覺得少女心受傷了啦。對啊，因為之前我還想講，就比較矯正啊，就是想說，就是這樣來行出英語啊，看到牙齒點哦，林采莉來了，結果一個政治標記，知道哎，就像芙蓉姐啊。我那時候在牙齒還沒矯正前，我講話也沒有漏風啊。給你阿妹某胸按用了呀，好嗎？沒有，就像芙蓉姐，我跟她講了快30年。嘿。我說你牙齒要不要去弄一下？他說不行，那個是我的政治標記。佢就按用衝狗張後堂啊，某年真的好的，哎嘛，共鳴某通用。每次你都這樣呼喚我。哎呀，好會轉的這樣。9萬18。我跟你講啊，該花的錢還是要花。好了啦，講話了，真的啦，我牙齒都弄好了，對啊。他錢都花了，你還這樣，有的錢不能省啊。我沒有省，哎，我沒懂3萬。然後你講羅哥現在也裝，黑嗎？我現在也有裝，他也有裝。你現在是裝以是美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啦。哎，羅哥，你之前還跟他講說，其實你這樣很漂亮，50種哎。係啊，你講過你吧？你講愛動認真講，其實你冇種，你愛動醬。我壓面愛凍醬去燙落去。冇，我是等他。我壓面到你有你冇燙，你有一種。沒，我是等他裝了以後我才這樣講。錢卡虧下一張用功哎呀，哎，結果現在反而弄完，人家都不認識我。不會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不會啊。我大拜龍啊，乾媽 Q 他出去，哎，人家說啊，乾媽來了，采莉有來嗎？我站旁邊，哪會？我就站在我乾媽旁邊，然後就真的有差多很多，真嘅，而且我跟你講，那個阿公哦，很老愛搶歸來比賽，比暗蟲的時間。結果經驗唔出來，所以你現在後悔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那你再把它是有點把它敲回來，你再把它裝回去啊！裝不回去啦，只能敲出來。哦，那你把它敲出來啊！那我不要了，不要再受他影響了，有經過兩岸有就後悔了，奇怪呢。等下跟我跟你講，韓毅姐姐她會想去弄了，我跟你講。這是韓毅姐姐的特色，哎呦，她會衝狗啦，黑嘛。韓毅姐姐也有一點呢。你不要一直笑，我你他感染不了就有一些嘞，因為這樣子才拿年度冠軍的，真的。對，就是因為牙齒這樣才共鳴才大。我們客家人本來就有一點，客家人對啊，從國當後堂就要用啊。對啊，哈，好，那我只有1半的客家血統，結果超過了，你已經把客家血統用掉了。那我要回去問一下我媽了。哎呦，對，兩邊啊啲人啲節目嘅公演動作啦，係啊，講真嘅嚇。啊，近邊個醫生員要唱嘅都轉嚟節目當中嘅。優秀嘅產水嘅朋友啊，感謝啦，多謝啦，謝謝你們，謝謝啦啊！繼續為我們客家付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就繼續努力，成為下一個羅英英，好不好？記得深度跟廣度、寬度。那你繼續努力。成為下一個李秋霞，好不好？為什麼？傳統職員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有誰可以比喻啊。哎，有沒有請李秋霞欣賞困難？等一下啦，哈。係啊，Kitty 他演一些的。秋霞老師很好啊。哎呀，也是國寶級的啊。哎呀，對嘛？對，哈。那聽下嚟看下一段精彩表演。來。山堂來鼓手，來到發電廠。看到尤兆基老師，係啊，你有啊啲熊嘅，明明有練習，係啊，然後又長得有些窮，隔壁尤兆基，哎呀，全世界啊就認識一三年，翻譯來英國比人喊他這裡，慢點，小朋友，我們剛剛在研究，沒有，我沒有有老師那麼
ending pose 7年了7月都还没到呢。对啊，明年应该要。哇，这摄影棚里面的闹鬼啊，阴魂啊！哎，莫太久了，跟欣赏他就是体弱，你等他体温远久。对呀，根本明明就看到尤少基老师的名字，调啊在想诶，阴空某你明明有练习。对啊，对啊，梁玉长得有些穷，不过比尤少基还要丑一点。老马老师哦，哎呦，这两位美团的节目没牺牲比上的太啊！牺牲啊，吃到青用书呢。你看给用啥条啊？冲过一用书呢？其实哈，真给人哈，站到这个舞台没简单，没简单，真给人商业酸。用会抹杀。我看你还是很嗨啊！对啊。古装的安娜贝尔啊，黑某。哎呀，全世界哎就认识一上人哦，搬一轮英国比人喊他这，慢点，小康哦，小康老师，哎，东体拍的，体贴方。那下一次制作人，我帮你开个路，弄一下小康老师，他点头了。我们刚刚在研究，没有，我没有尤老师那么欠钱。没有尤老师那么什么？欠钱。哎，女神青苔嘞！我跟你讲，扮丑啊，可以扮到就是哎，有魔力耶！有，这是扮到。俺没办法用俺木竹，我眼睛没有办法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没办法离开你用傻子呢，就是很吸引。嘿，哎，你看着电视，你会觉得哎会吸引上去。对，就扮丑扮到好自然这样。嘿，很奇怪哈。这世界净空了，就除了你用傻。我每天都有就走两。哇！为什么？桂兰姐又进入蓝圈圈了。甩肉哦，甩运动啊！哦，那你保持身材就差个。对啊，走秀啦，黑嘛哈。哦，要吃脚雷呀！用啥用啊行业嘛？用啥？好，来两位一起走秀。嘿，哦。给便宜！他们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他们走错了。来空听，用啥老公哦，本用哦，都请丛书。哎，其实我们听你节目当中，真的百变过很多造型。哦，哎，你制作单兵，你用心哎，还准备手板给人拿一拿。来看一下，他们有改变什么哈？哦，有那个抽型的，不大概看哪里？睇下看一下。你去家有看过吗？去家有看过吗？来，去家拿的呢？哎，看到去家晚上睡不着觉。还有新宇你呢？还有新宇呢？哦，你看青蛙躺在你旁边。对啊，哎呦，青蛙王子。哎呦，来约玛莎，哎，文竹哎。还有那个高校生。哎，高校生，嘿。对嘛？哦，还有圣诞老。披弦。老公公。同披弦呢？别卖菜老。哎，我这看来看去，青蛙高凌风哈。对嘛，高凌风。还有桂兰姐，哦，这个就桂兰姐了哦。还有美少女战士。哦，这什么摇滚哦？哦，摇滚哦。哎，嘉颖啊，这好像那个日本的志村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哦，青头抽型呢，比我还厉害呢。哎呀，你也是这样厉害呢。比到你节目你看牺牲一台，你看。我们还能找到这么多衣服，也是厉害。看去这个造型还不错呢。对。你这个你买一轮嘛？双冬姐妹花，所以你看哪是制作单兵啊，制作你啊，哎，真的认真，一用心的啊。对，哎，你看这样抽型啊，本期就表演毛腔用风格的歌的，大摆都毛腔用，哎嘛，迄桂兰姐挑战过几道风格毛腔用的歌的，你看几厉害。你有挑战过嘛？个歌的？青岛风格的歌的，但他每次都唱一样啦。对给了个毛不是他刚有演过哦，真的哦。哦，那记得有一拜冲给我的一颗心，好像是隐藏歌手，对，有冇？唱唔出歌詞，唱唔出歌詞。係本佢盤嘅乾冰，噴乾冰啊！今天要不要學詞一下？學詞一下啦。好啊，來衝一下啦！我的一顆心。哎呀，來，小康老師來，夯一半呢，夯一半呢，好，來客家版的，好了。好，來。愛個熱烈心，愛個熱烈心，天不能散。
己做地接受，爱家爱老亲，爱家心爱你，家多情意，就地个爱情，温暖爱家心，多记友情，三公情，含白记见到了爱，很会讲，很会讲歹势，爱家是了心，生意，就地做地接受，爱家爱老亲。血耻失败，没有成功。哎呦，真的，这破又按难听吼，按难听吼。你迄唱的安多些用的，哎，没事，有到喽。哦，真的对。这个欧罗。我咱讲，那上海啊，在不用唱的安多些哦，全部是。要被通，给被通。哎呦，唱精神安好诶，某种体力安好呢。哦，真的哦，走秀哦。哎呦，名模了。其实菜市场买菜就作案的哟。哎呦，哎，莫伊亚斯呢，会好东西，只有省一就好了，早市去一下就好了。上海个不用的啦，差不多比俺好些哦，他65岁了，个行路上。哎呦，我唱难听唱错了哈。我讲你叫谁？叫俺讲65岁，还讲哎呦你身体又按烂，我讲我唱难挑了，哎呀，唱歌啊，快乐是我对，快乐是健康啦。哦，哎呀，多吃两味啦。什么20年了，味道安尼节目还贡献很多，真的。哎，还有啊，我最近就该听个王春田先生学呢，好嘛个，学个曲个班。扣个班，胖头啊！哦，胖头啊！不一样吗？妹，我说不要啦！咚咚七咚咚哒，1万1，2万2，1万1，2万2。那准備好張台冇啦吼？太高來啊！留下洞，演了起碼20遍。對呀，錄起來。现在还是忘了，还是忘了。准备一下，准备好，喊拜人嚟啦，你准备一次好冇？喊一拜好不好？好。留下咧，從佢啱我，你喊唔住唔記得咧。係老公偷啲嚟喎，1萬2，2萬2。唔知咧。喊一拜有嘛？特別幾把當有獎。好冇？好。快收來，你張。做一個大胖頭嘅專輯好冇？好。早前來到你下老人家。你好，你精神啊，然後真的貼身，重傷了一下。好了，我們謝謝啦，謝謝兩位啦，謝謝阿馬老師，回到消息。好，哎，這人雙腿就冇一下腿，真的。表演欲很強呢，嘿，憨厚哈。安尼老年大擂台哈，20年咧，今日要27啊，要20周年那個呢，哈，特別開發哈，歡慶活動啦，係啦，哎呀，有請到很多朋友哈，是夢了都好朋友哦，按天數，按幫忙，係啊，多謝你哋，謝謝，係啊。啊，最重要當然要謝謝安尼客家電視台，冇錯，客家 VNV，哦，還有安尼所有嘅觀眾朋友啦，祝願你嘅客家電視台有老年大擂台20周年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希望還有海長20年，好不好？還有海長20年。哦。今日就先嗰啲觀眾朋友，大家要當歡喜，觀眾朋友咩當歡喜，係真係歡喜哈！誒，好唱歌朋友，今日嚟報名哈！今日打電話來0966676等待這個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安尼，安尼多謝。幾位好朋友，來，謝謝你們，謝謝。電視台24生日快樂！加油！耶！是孟小強老師，我去欣賞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送完禮天，送完公眾演，辛苦嘞！謝謝安子生。好，下禮拜我唔記得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